今年2025暑假 Enrich English 會同升讀唔同年級嘅小朋友一齊玩英文。我哋除咗會有 PN 暑期學前預備班，升幼稚園各個年級嘅小朋友，今年我哋照樣會有大熱嘅 Cartoon Mania。咦，今年仲多咗好多卡通人物喎！鍾意表演嘅小朋友就唔好錯過 Trinity 聖三一 YPC 英語表演證書課程啦。籌備緊小一面試嘅小朋友，今年我哋呢度會有 P1 English Interview Class， 可以幫助小朋友喺面試過程應對各種情景，加強自信心。另外，升 K2、K3 嘅仲可以參加埋我哋新嘅英文預備課程，喺暑假嘅期間鞏固全方位嘅英文能力。升讀唔同年級嘅小學小朋友一樣有嘢啱，我哋有 Kickstart 英文預備課程，照顧唔同年級嘅喜好同埋需要。想報名或者想睇到唔同中心嘅上課時間就Scan呢個QR code啊，到時見。